大家好，今仔日又搁要来介绍我家己用拍摄写的一个家私吼。这个起头的原因是因为我个人过去可能有讲过我对侵占学习有一寡兴趣有摸咧。伫使用侵占学习的技术所解决的家庭问题内底常接看到的其中一种就像咱即影片看到的，咱会当即时伫画面内底知影讲遮有人，遐有人因安那刷动安那伫内底震动，安尼咱就会当进一步做无共的应用。毋过伫这进程呢，第一步咱就是爱先针对咱要训练的对象比如讲咱要互电脑会当知影这是人这是描绘的什么物件，咱就爱去找相关的图甲影片来做训练。若要找图、找资料上利便的，可能就是直接去 Google 找像我之前找家长家长是家长咱找家长，咱若捌即个物件，对咱人来讲你是看就知影，一几张图伊内底就是拢有家长的面，有几个遮有遐有边仔这是一般的人无画面，这就是家长。即种问题对咱人来讲真简单无啥物困难。毋过若对电脑来讲，咱若要教电脑知影讲，那我凊彩等一张相片入去你甲我讲内底有几个家长伫内底，这对电脑来讲毋是真简单的代志。当然啦伫即几档侵占学习的作业方法出来以后即件代志已经变甲毋是真困难甚至会当讲你若会晓这个方法的人，这对你来讲的困难度颠倒是头前训练资料的整理。什么叫训练资料呢？就咱像讲咱今仔日要教一个对台湾文化无熟悉的人要互伊知影讲即个是家长对一个是七爷，对一个是八爷对一个春夏秋冬四代神你就爱甲这面谱一个甲揪出来甲讲即个就是什么人，迄个就是什么人其实我家己嘛佫还袂真做捌的啦时间久，互伊看过相片济你拢甲教伊看久，伊家己豆豆咧记起来伊会学起来，以后佫看到即个面，就知影讲即个是家长是对是先安尼。所以呢，咱用 Google 来找即个图你就爱甲即个图全部抓落来，整理一下等入去，可能人网络顶悬人已经写好一寡电脑程序互伊去训练。毋过遮济图你要安怎抓你若要一张一张用你的流水点点叠一个蹲一张叠一个蹲一张，安尼你若要掠一个200-300张以上200-300张算无真够野的数量迄若要训练较好可能上千张拢需要你安尼点甲你全部拢已经抓落来以后天若乌一半啦所以呢，咱总嘛是爱找一寡自动化的方案这就是我写即个家私的用意啦当然，这伫网络顶悬有佫较侪人写足侪佫如何用的家私会当用这是我家己个人兴趣伫遮分享一下做一个介绍这电脑程序你若抓落来同款，我即个电脑程序内底有写简单的解说啦有写简单的解说你要拍 -H伊就会列出讲你要安怎使用即个电脑程序像头拄仔咱已经确定家长即个敲出的字词即个 keyword 是咱要爱要用的时阵，我试一下互大家看伊来拍家长你若用安尼家长落伊会当抓咱先试一下看觅，伊会开始去 Google 遐去 Google 遐甲讨遐个图倒来，会照迄个顺序一张张甲抓落来我即会甲列出来讲即摆已经抓几张图第几张有迄编号几张你会当家己设我本身内底个先设10张啦你若要100张200张，基本上我试过400-500张应该拢无啥物问题咱先来看一下抓落来的结果即个一个家长的资料录咱来看一下看这内底的图咱抓来就是安尼总共10张总共10张毋过若有咧处理电脑的用电脑处理一寡档案的人你就知影讲你的档案名若是用汉字有当时真好处理以家长即个例来讲，你爱用汉字去找伊的物件较会照较会济，因为大部分网络顶参家长有关系的记录
拢是用汉字咧写，不管是华语也是台语吼，拢是用汉字写。伫即个时阵吼，我遮有哪提供一个功能吼，咱过来试看觅。头拄仔咱讲咱的敲锤字吼，即个 keyword 是加重。啊，我若要加，因为我有开落啊吼，即个 directory， 即个下骹较是你的 file name 吼，所以你会当用 D 吼 directory， 就是个资料落啊的名吼。比如讲我要用加重吼，咱用迄个无符合的罗马字来写吼。啊，若准讲内底档案吼图列落来，我想要用小写的加重吼，啊，咱试看觅吼。伊咧列的时阵呢，我内底就会甲处理做安尼吼，用底线吼甲即 dash 甲接起来吼，安尼就袂有 space 伫内底啦吼，无有 space 内底有当时啊要处理的字吼，处理的 string 吼，做废去。好，啊，咱去看觅，吼，你看，就加一个加重，加一个加重的即个资料录啊，啊，即个资料录啊，咱有哪甲检查看觅，吼有无？差不多啊，共款的吼，因为来源是共款的嘛吼。好，啊，若要佫看一解吼，内底吼，你佫会当指定吼，伊的大小啦吼，啊，甲你要掠几张图，等等即个物件。啊，佫有我小可，互大家看一下内底重点吼。一开始这无啥物重要的，主要吼，我是用人写好的一个叫做即个 image soup 即个 library 吼，我用即个，啊，即个物件本身会当用啊。毋过因为咧用的过程吼，你若直接用即个去落你的命令吼，去甲 Google 讨图，定定讨着迄种，迄个网站有啥物有一寡问题，也是掠来毋是图，掠来是其他的档案的形体，也是讲伊感觉甲讨几步吼，伊的 response 拢一直有问题，掠袂落来，伊总断线。伫种种的即个问题，种种的即个情形内底吼，你比如讲你要掠100张，可能伫第21张，伊就跳掉伊啊，你无图继续掠啊，啊你甲定来，安作废去吼。所以我刷来吼，做侪代志，刷来遮吼，坦白讲啦吼，我对这网络的物件我无熟，我这有哪去 Google 遐吼 ，Google 一大堆物件，啊看人安怎写，所以我才对 try 吼，就是要去掠遐个发生问题的回应吼，啊拢一家，我全部拢甲跳过，拢甲转过，就是即个网站我若讨无。我就跳过，莫插入，我就继续跳落后壁迄个网站去甲掠吼。所以有当时你可能讲我要掠100张，到时你掠来可能干若94张吼，其中有6张掠袂着，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代志吼。伫遮做一个说明。啊，当然啦吼，这就是家己兴趣吼，啊写出来有哪介绍大家知影。我先说家己吼练习用台语讲电脑的即个物件吼，啊，互大家有哪互相刺激一下吼，互相刺激一下，啊看安怎做吼。会当互咱台语个较侪新的物件吼，互咱习惯用台语来想各种的代志吼，用台语来过生活。好，啊头拄讲着加重吼，你若用台语白话字去找吼，我有试过嘿，你安尼溜落来吼，有嘛是有一寡图足少，头前即2张即就是加重吼。啊，即2张图伊是安怎会当你用台语白话字去找着，你点入看就知影吼。因为像其中1张吼，翕相的人。伊放即张图去网络的时阵，伊有甲把加重即个白话字写伫内底，所以呢，迄个网络的敲锤引擎咧找的时阵，伊会连着即个物件吼。啊，另外1张图吼，这伫Wiki顶悬的一张图，也是吼，因为伊参即个把加重即条有关系，啊，伊遮嘛是有写白话字吼，所以呢，才有机会去找着即个物件。意思是讲吼，咱目前吼无法度用台语即个语言。吼，尤其用罗马字去找着足侪资料，原因就是因为伫网络世界，即个资料佫无够侪。吼，咱若准讲以后咱的相片，也是你伫社团内底吼，也是你伫啥物网络的，毋管是面册啦吼，还是啥物 Twitter 啦吼，你咧写文章吼，你咧发相片的时阵，你若加写一寡白话字，吼，加写一寡台语，安尼即个物件可能会有机会吼。伫网络顶悬会较接有人找着，较接有人看着吼。啊，这是另外想到的话啦吼，伫遮先所讲。好啊，所以大家若有兴趣，吼会当来遮看觅。啊，拍摄的物件吼，我也毋是专家啦吼，就是妄算。啊，有机会大家妄交流吼，互相斗开求进步。啊，以上感谢大家时间。